那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贯修金刚萨埵方面的课程就已经是讲解的方面呢，就是比较圆满了。但是这个我们就从上个礼拜六，然后就上礼拜六，那今天是好像是他的第3堂课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这个3堂课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后段的部分呢，比较没有特别多的解释，也不需要特别多的解释，大家都听得到的。以外呢，就是前面的这怎么说呢方面呢，一开始到现在都已经解释的都比较清楚了。那我们就相当于这个3堂课呢，就是比较圆满所以就我也是想应该你们也比较清楚了，因为当然就是过去也是大家都有在修5加行那这个方面就是已经接触了，所以多多少少都了解。那加上呢，这次有这个怎么说呢，课3堂都已经圆满的情况下，那就是更是比较清楚一点，对吧？对。那这边也是同样讲的，就是金刚萨埵呢，就是要聚集一切，就相当就是在那个极尽准和分路准，就是文武百准。文武百准呢，就很多的地方呢出现这个极尽准和分路准，这呢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文武百准是100尊本尊。但100尊本尊本身来说呢，它呢就是不光是100尊，这里面呢就是包括了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所有的本尊，就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这里当然也是聚集了所有的上师，就像那个上师瑜伽包括上师瑜伽那么聚集所有一切聚集的一个圆满的一个本尊，就是我们修持这次金刚萨埵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修持。那么我们这观想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只有金刚萨埵佛护佛目，就是一个双圣像而已。但实际呢，就是聚集一切上师，聚集一切本尊，聚集一切诸佛菩萨，聚集一切空性护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本体。所以它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实现出呢，就金刚萨埵以这样的修持。那么最后呢，就是有4句那前面有些，所以这样的比这个怎么说呢，更殊胜的忏悔的方式是，那我们就是在找遍了3000大千世界的话，也是找不到比这个更殊胜的一个法。所以呢，这里就是成为那个忏悔王。所以白志明，对不对？对。而且我们就是也是现实的生活当中来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嘛。金刚萨埵的白志明跟观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咒，还有那个观音菩萨的这个观音心咒，这些是我们想一想也是会明白的嘛，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会念、会诵。就像金刚萨埵的白志明这些来说的，也是有人唱出来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很多人都会念嘛，对不对？对。实际上白志明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咒语嘛，对不对？对。但是呢，就是很多其他的佛菩萨的咒语更简单的都已经听也没有听说过，也念也不会念。但是白志明很多都是会念嘛，都会念班达拉萨埵萨玛呀玛那巴拉呀，人家有各种各样的调唱出来的，那大家听起来也很亲切，很想学，对吧？所以就是没有学佛的人，很多没有学佛的人也会唱得出来白志明，对不对？这是什么？说明金刚萨埵对众生的这个慈悲感，他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怎么说？大悲心，摄受一切众生的这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一定要一个忏悔文里面没有比这个更忏悔的方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后面的部分我们再念一下，就今天的课就圆满了。这个4句，文艺穷绝，却留此居中，稍许持修，然为善乱心。我与如我，民相众有情，获得深远精化，其加持。所以这个呢，就是巴智仁波切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每一段的前面有一个赞美上师、赞美诸佛菩萨的4句话，但是最后又一个
忏悔，然后他自己前续，然后带动我们一切众生，那么就是要圆满修持，而且是祈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句。所以这个里面也一样的，所以他就是也是我们获得很多殊胜圆满的窍诀，但是这些窍诀我们只是一个听过、听说过，但是没有实际的去修的情况下，把这些窍诀还是等到我们走的时候，还是这些窍诀留在文字上面。相当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一个窍诀，而且是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持的方法，能够可以即生成佛的方法。但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课本里面都有，但是我们没有自己就是入心的去修持的情况下，到我们死的那一天，也是窍诀还是仍然在这个文字上面，但没有进入我们的内心，所以就对我们得不到什么帮助，对不对？对。啊，然后我们有一点点稍许的去修持，稍许的去学习，但是呢，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各种各样的因素，就是各种各样的魔障碍了我们的真正的修持，所以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幻觉，很多的胡思乱想然后很多这样的幻觉的我有如同我一样的众生。那八智仁波切是说我有如同我一样的众生，他就是完完全全站在一个众生的状态而讲的，但并不是说八智仁波切他自己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还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他已经是过去很多时的时候都已经圆满了。他的这个简介里面有一个是他自从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开始到那个时候都是他就是想起他很多的前世的那一世的意思。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有一次做妓女的时候呢，有一个手镯他就是供养出去过一个善知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后来都是一直都是每世都是得到好的转世，最后就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菩萨的。那所以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不是一个众生，但是他就是站在一个众生的角度，为了一切众生的慈悲呢，他就是站在一个众生的角度提醒我们，就是说我和我与就是这样我与如我怎么说呢？离相就是正在幻觉之中没有醒过来的这种众生，虽然进入了密宗，能够可以修持神奇次第以及圆满次第的，获得完整怎么说呢殊胜的方法，但呢就没有真正的修持嘛，所以呢我们就获得圆满的，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下面人生的真正的获得真正的圆满下面人生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他的真实的这个利益，以这样的一个祈祷。那最后就是圆满了。进入业障法，观修上师金刚萨埵之引导中，是吧？是。所以就是修持金刚萨埵的这个法的这个引导的方面呢，就是已经集中在这个完整的这个里面，所以就圆满了。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做圆满回向。自本作人着看